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下面詹伟民。咱讲到这个大新竹到底有要新竹县市来做一个合并无啦吼？咱讲过去9月时阵，林志坚就提出这个议题啦吼。比外界讲哦，连任2届新竹市长。 落任了后，要来为着未来来铺路吼，所以咱讲要甲升格做这个大新竹的这个市啦吼。但是所有一寡这个批评的这个声音，亲像讲哦，可能是这个因人设事这款的这个讲法啦吼。为着要互这个新竹县市合并升格哦，民进党要推动讲这地方制度法的这个修法，当然嘛引起着一寡这个争议。但是咱看到讲，昨伫咧面册头顶哦，新竹市长林志坚伊就宣布讲要放弃参选着2022年大新竹的这个市长啦吼。 伊讲哦，这个现阶段修法拄着一寡这个阻碍，讲可能家己就是迄个阻碍，即阵将这个大石头甲搬走啦吼。伊希望会当互这个新竹县市顺利来做一寡这个升格啦吼。另外咱看到讲，民进党团吼总调集人吼，伊讲林志坚伊即阵就无要选啦吼，所以就无这个因人设事即款的这部分吼。伊佫讲啥呢？伊会一步一步来出招，要互军模拢显出原形吼。嘛要问国民党讲，敢通收这个地制法咯吼？另外讲到这个大新竹合并的这个部分啦吼，到底有要甲苗栗吼纳入来讨论无？还是讲吼真正什么时阵会当好好来讨论讲新竹县吼、新竹市、新竹县有这个苗栗县吼规个合并的这部分？中国民党即阵发出着吼，爱将苗栗做伙合并入来。另外咱讲着吼，2026年吼，伊讲无要伫今年吼，啊伫明年吼，就来吼冲锋上路啦吼。啊，伊讲7成吼，这是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伊讲哦，7成人是挺啊新竹县市佮苗栗县吼，伫咧2026年来做一寡合并啦吼。但是即阵的这个市长啦吼，咱讲林志坚要求要来做辩论。 另外，牵涉到唔那新竹市呢吼，新竹县安怎来做回应吼？新竹县长杨文科啦吼，伊讲哦，冲锋刑事唔是霸凌，啥物才是霸凌咧？伊佫讲到啥物哦？伊讲哦，这个咱讲哦，2026年啦，新竹县市苗栗县做伙升格做这个科技之都啦吼，有5档的这个时间，通好互地方来做一寡这个沟通，无战胜离选举啊，剩11个月就要来拼升格。另外，苗栗县长安怎看咧？徐耀通伊就讲吼，这个咱。 讲哦，这个无沟通协调甲配套硬塞升格，就亲像咧逼婚共款吼。啊，这是咱讲徐耀昌啊所讲的。伊嘛佫别讲哦，这林志坚过去捌敲电话互伊哦，伊讲哦，分割苗栗啊，要甲这个头份吼新竹啊其他并入去，这个台中哦，到底真相是啥物？还是讲吼，这个合并升格，爱安怎这个时间表才通准过啦吼？透过今节目，咱做伙来对话。 先来邀请节目顶4位来宾，第一位邀请民进党发言人，即阵嘛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第二位邀请中国国民党新竹市立委郑正乾。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第三位邀请时代力量党团主任罗嘉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感谢主任。再来，咱要邀请政治大学地政系教授徐世荣。主持人安，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安。 非常感谢啦吼，咱都好啊来讨论讲吼，到底吼这个新竹市长这个林志坚已经宣布无要参选啦吼，安怎透过伊的这个方式来去拼啦吼，讲拼这个新竹县市的升格，但是咱嘛听到一寡这个声音吼，这个亲像这个国民党嘛发出着2026年啦吼，咱先做回来听这林志坚市长安怎做声明。 新竹市长林志坚27宣布放弃参选2022大新竹市长了后，隔当天，佫一届出面表示，为了成全大局，无牺牲，嘛向朝野各政党发声，修法已经无因人设事的问题啊。修法遇到很大的一个困境哦。那如果我就是修法最大的这个阻碍，那我想我就应该要搬走这个阻碍合并升格的这个石头哦，就是我自己。 那来加速促成这个朝野的一个共识。为了促成大新竹合并升级，民进党推动地方制度法修法。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讲，为了新竹的发展，才会提出修法。即马一人讲一款，伊讲每一个反对的人心内唔知伫得什么算盘。上礼拜五在宴会，他们说不能经恶毒，我们说护卫他们也反对啊，所以大家要讲清楚。 谁才是一党一人之师嘛？谁才在机关算尽嘛？
兼任民众党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参选甲修法是两回事。国民党立委嘛呼吁执政党都要回归理性。这个当然是两回事了，因为参选跟不参选都是个人的选择，所以这个我们当然不会有意见的，我们都表达尊重。不过这国土重划是很严肃的事情，你知道，特别是国土计划法的，还有这个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划分法这些该处理的要处理的，而不是仓促立法，然后造成这个后患无穷了。民进党能够回归大家理性探讨国土规划，还有地方制度法的修订。面对地方制度法修法的争议，林志坚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话讲，针对德德或者是德德苗合并升格来做辩论，未来嘛会回正民意。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吼，讲到这个新竹市长林志坚吼，伊咧话讲伊无要选进前吼，大家人拢讲话，伊就是这个两届做煞吼，要搁拼一任这个大新竹的这个市长吼。但是这种讲法，即阵可能拢互拍破吼。但是这个因人设事的这个，咱讲理由无去，还有啥物理由会当反对啦吼？先来请教这个干议员吼，安怎看咧？即阵啦吼，咱讲吼，伊绝对袂参选啊。过去大家都讲吼。为着伊家己的这个未来来做铺路啦吼，有人佫讲吼，桃园市啦吼，无人要互伊去吼，桃园市长这个郑文灿无爱互伊去啦吼，所以伊才会拼这道啦吼。但是伊讲过，新竹县市要做一个科技城啦吼，你安怎看咧？我先讲吼，就是之间伊其实伊的年岁跟我差不多，吼，然后阮差不多是同一代的这个世代啦，吼。那伊伫个这8年伫个新竹市，吼，做市长。带来新竹市的改变，我相信捌去新竹市的人应该拢有感觉到，所以伊是民进党内底真优秀，嘛是阮这个世代真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这无可否认，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升格，新竹县跟新竹市的升格，确实因为已经嘛是到08年嘛，所以伊时阵伫个8月甲伊杀出来这个议题的时阵，大家会想讲啊，你是不是因为你家己要？搁连任，你找无你的位，所以你是要搁连任，所以你大概有升格，你家己会当搁选嘛。所以伊昨日就做一个真清楚的说明，伊讲，伊这边的这个升格，伊提出了后，其实伊是为着伊新竹市会当搁较好，为个大新竹市甲新竹县会当搁较好，因为伊家己连任的问题，所以变讲会互这个新竹市的合并案。变成有很多政治口水的介入，所以伊讲，完了我不爱选，我不爱选，我希望新竹市还是能够升格为大新竹，这是非常重要的啦吼。伫咧讲这个新竹县跟新竹市到底有需要升格无？咱看几个人的讲法嘛。第一个时间，伊伫今年林志坚伫咧今年8月提出的时阵，向该呼应。杨文科啊，杨文科县长有讲对，我们新竹县跟新竹市需要合并，而且非常急迫。啊，还有像讲的产业界力积电的黄崇仁董事长，伊嘛讲有需要，为什么？咱拢知影，今嘛这个世界的这个产业链正在改变。新竹这个高科技是变讲是咱台湾上重要的这个护国神山的所在地。你这个新竹市这个竹科。的前门在新竹市，竹科后门在新竹县，结果新竹市前门都没有问题，新竹县竹科的后门每天都在塞车。对，就这人今嘛拢伫咧新竹上班的人，伊就会感觉讲啊，这规个城市你要发展的时阵，那会因为一个是伫咧市，一边伫咧关，变发展了无法度同步，这就影响了整个县市的发展。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这个其实要回过头来讲，如果大家。当时伫咧讲新竹县、新竹市合并，大家拢会讲啊，伊就是因为林志坚一个人的自私啦，因为伊家己想要搁选啦，伊即马家己讲我袂选。理由无去啊？无啊，咱就爱回归转来讲新竹市甲新竹县到底有需要合并 ？OK。伫咧国土、伫咧产业，甲伊的实际的需求，到底有需要无？我感觉所有的。朝野应该要回归过来，开始去讨论这实际的状况。是的，咱过来问这个在地委员尤其这个新竹市、新竹县大家拢知影交通真无方便所以咱讲到还是讲这个科技的需求，爱家创作一个咱讲画出来这大新竹的这个概念你作为一个在地这个委员咱过去咱等下来看这个民调先来讲到这因人设事的这个理由已经无去建民总调局伊嘛讲即阵敢通来修这个地质法啦，你安怎看？我先
回一个他都林市长吼，只跟伊讲迄个，伊毋是修法的迄个上大的石头啦，伊头安尼讲吼。啊，我要讲就讲，伊其实毋是修法上大的石头，因为坦白讲，大家拢希望地方会使发展，吼。啊，大家嘛感觉讲，你要修法拢无问题，是敢若讲，你爱有较好的程序，吼，啊，你爱互大家讨论，爱互大家来发表你的意见。啊，即摆问题是因为柯建铭伊即摆提修法的时阵吼，伊无爱互大家讨论，伊就直接要进负二读，或直接讲要进负二读。进负二读的意思就是讲，伊无爱互大家讨论哦，吼，啊，伊无爱互大家讨论的时阵，对，伊要直接用迄个投票的方法，啊，就来解决即个问题。啊，你看，即个地方制度法。最重要的对无？因为伊即摆咧修的时阵是讲啊，怎的条件伊会使变做直辖市，吼，你县市啊，怎的条件你会使变做直辖市。啊，较早的时阵吼，咱即摆很有的法令是讲，你爱125万人以上，啊，佫有哦，而且啦吼，嘿，而且佫有吼，你爱同时吼，你爱伫个文化啦、科技啦、科技啊经济吼啊。都会发展的区域的发展的时阵，有特别的需求的时阵，爱再变直辖市吼。啊，这两个条件应该爱同时拢会使符合，才会使升格嘛吼。啊，这大家较早嘛感觉讲，有合理呀吼。啊，所以即摆咱有6个直辖市吼。啊，即摆伊是要安怎修咧？伊要甲这两个条件拢爱同一个时间爱有。符合是，伊这样变做有一个符合就会使，或者是吼，嘿，变做讲一个两个条件，嘿，两个条件有一个有合就会使，嘿，啊，这摆会变做讲吼，125万哦会使啊，你若125万以上会使申请无问题，啊，这摆是讲你有特别的需求的时阵啊，行政院感觉讲你会使升格，就互你升格。OK。啊，即摆就会变做啥物？因为这个部分若是修法过的时阵吼，坦白讲，新竹市伊嘛无一定爱参新竹县合才会使升格哦。哦，伊家己嘛会使升格啊，有特别的需求啊。啊，嘉义伊嘛无一定爱嘉义县市爱合并。所以你意思讲全台湾拢是直辖市？对，因为伊即摆为法令来讲的时阵吼，对变做安尼的情况，因为变做讲2个条件有一个条件有合就会使。OK。啊，我感觉这个是上重要的问题。啊，咱是感觉讲，你要修法拢无问题，啊，爱互大家讨论嘛。啊，像阮伫咧立法院咧讨论时，感讲，你这个法案最重要的，啊，你要升格的时阵，毋是干那讲咱这个所在的问题，是咱规个国土。中位的问题， 对不？啊，行政区划的问题，啊，佫有财划法，吼，那钱啊怎去分的问题，吼，因为咱要升格就是讲啊，希望讲，咱人会使较多，吼，啊，钱会使较多，是，啊，所以你这要收的时阵，应该是大家部分拢爱去注意到，啊，这么因咧收的时阵是，你无爱互大家讨论以后的时阵，啊，佫无共一个时阵，过来解决这别个所在的问题。我是感觉上大的问题是伫咧这遮，所以阮感觉讲，你要修地方制度法，你不管是拢会使修，因为咱伫咧立法院，逐工嘛咧修法。所以大家咧修法拢无问题啊，毋过大家拢是会附和啊去讨论啊怎啊一步一步来嘛。所以自过去咧讨论讲吼，可能是这个因人设事的这个问题，啊，即阵是这个吼地制法安怎修啦吼，即阵变做是一种议事公phòng。咱过来请教这个吼嘉伦主任啦，咱伫咧顶礼拜讨论总预算的时阵，民进党吼这个挂总调集人啊，共款吼直接交字托是即款的这个方式。啊，当然迄当阵讲要逼国民党来吼。配合来审这个总预算吼，啊，共款即招吼，你迄当阵就吼偷甲咱讲吼，可能嘛是共款吼，直接交字托哈，啊，当然嘛看到讲24的时阵啊吼。啊，直接交字头了，引起了真侪种吼，这个不满的这个声音吼，接领主席台啦吼，啊，但是咧买手啦吼，因为这个做法可能是要吼逼大家吼入去甲委员会来会当实际来审查，即阵是一种艺术的攻防，自因人设事的这个部分，伊嘛讲吼，伊出招哦，一招一招要互这个军模献出原形，然后你安怎看？其实民进党伊这个提案哦，伊上礼拜议会吼一读的时阵。就算讲啊，别个党有想要啊退等于
停厝的委员会，嘛是退袂转去，嘛是退袂转去，因为因的人表决野手就赢，是，所以要交入去委员会内底来审查是绝对无问题，无需要讲用这个直接送议托的这招来逼大家讲要坐落来讲，是，啊，只是讲。伊若是送入去委员会，因为倒来立法院1月的时阵是休困嘛，是2月才会得开始新的会期。啊，2月开始新的会期，过年过了啊，到28的年假，差不多拢是28的年假进前的才会开始第一开开会。哦，所以你真正剩的是3、4、5月的时间。啊。阮咧算伊即个法案，伊也真正要用大心力来去做明年的选举的一个目标的话，伊上应该是爱伫5月进前，就爱3托过啊。5月进前，嘿 ，OK。因为家己算是6月啦，啊，毋过你到一寡地方爱去瞧，你超过5月就爱先通过啊。是。啊，咱讲倒转来看，咱民进党即个伊的党团即个法案哦，你会看到伊顶悬写讲，伊提案，伊讲吼，唯一用区域的人口来做一个标准，来做一个前提吼，是，来咧讨论讲，是毋是会用升格做直辖市，因感觉是有问题。OK。哦，所以你一寡什物无度兼顾伊基于国家特殊目的上的这个部分，所以因要来修法。是。啊，毋过咱来看因的法案吼，咱来看原本的条文。顶悬是而且吼 ，OK， 你125万人，而且爱都有啥物条件？比如讲，伫政治、伫经济、伫文化，哦，伊有一个特别的需要的时阵，你才会用来讲升格。所以是125万人加这个两个拢是必要的条件啦吼。所以是 A 且 B 是吼，啊，你也改做或咧，或者变做你125万人，那是也是讲你有这特别的需求的时候，你就用升格。啊，毋过这会出现一个问题，伊若是安尼改了，中华就会直接升格啊，因为中华原本就超过125万人啊，差不多130万。对啊，啊，为什么咱因阵啊要讲你两个条件，哦，这个条件拢爱符合才用升格，啊，无你就变做一堆直辖市啊，你中华几啊当前就用，你来讲啊收做真啊这个。因要收的这个状况，伊早就爱升格。OK， 对啊，啊，你就变做你也无法度去控制，你一个台湾哪会遮尔济？地下市比县市都较济情形的。是，所以咱讲到吼，是毋是回归到这地质法立法的这个精神？咱先来请教吼教授啦吼，这个修法上到底有问题无？咱头拄讲到吼。现主席的这个条文是人口吼，那是有125万人以上，而且咧，伫咧政治、经济、文化甲都会区域的这个发展上有特殊的需要，甲地区吼会当设立这个地下市。啊，即阵若是改过吼，是或者是政治巴拉巴拉巴拉吼，安怎看咧？我感觉这个修法吼变做真突然。OK。我感觉因为这。地方的制度法，伊主要的目标，是要追求咱地方的地方自治，是吼。啊，地方自治上主要的，就是咱要追求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民主的社会主要爱尊重地方民众的意见，吼。这是咱地方制度法伊上主要的一个目标之一，吼。啊，即马感觉真奇怪，咱。县议会、市议会，都无去讨论啊。OK。怎样讲？因都有去讨论到尾也讲，哎呀，绝对爱修法，才有法度。咱望咱立法院，会当来改这些第4条的第1项，因为阮两边阮拢想真介意想要合作伙。OK， 要讲清正啦。对，这是阮地方县市大家都。共同望的一个代志，但是因为即马地方制度法有即个问题，所以阮望会当修法。准啊，定书上是安尼去行，是感觉听起来更较顺利一个。啊，即马地方也无讲，真有看啥物即种的声音，准啊，谁啊会变做讲立法院？要修这个法，修这个法，刚改一个字尔，是感觉足奇怪。是，这第一点要来甲大家报告的。
啊，第二点要甲伊报告的是讲，阵来讲科学园区吼，有寡所在伫新竹市，有寡所在伫新竹县。这个问题感觉就绝对爱合并。 这会当解决，该当解决。OK。哦，这是第二个问题，咱来思考的。是。其实咱地方制度化有啥物有寡安排呢？大家会注意到地方制度化第24条之一。是。24条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咱新竹市、新竹县，咱互相咱做有寡问题，咱大家会当来讲，看要成立个啥物组织，咱共同来解决咱共同的问题，唔是讲合并了后才当来解决。现主席即款行政的体制之下，咱有法度来解决。另外，这是一个地方制度法。第二个区域计划法。区域计划法，我让大家去看一下。区域计划法第18条，伊冇相关的规定呢。区域计划第18条会讲，你咧恁县市，恁会当成立一个推动委员会。OK。恁会用这个推动委员会来解决恁的即来讲拄到的问题。恁县含市拄到的问题。是。这是区域计划法，这第2条路。第3条路还佫有路呢。咱即摆新的国土计划法，国土计划法第8条第1项，伊嘛有规定呢。因讲恁会当成为一个都会区域的规划。OK。这嘛是另外一条路会当行。我感觉足奇怪，是不是？你这3条路你都无行呢？你都无行，你直接就跳去立法院，讲要修法。我感觉足奇怪呢。就是讲吼，自这个县市的这个议会到底有加这个民间力量，还是讲吼议会力量先来杀？毋是讲吼自这个顶边甲下边安尼压来。对啦，我现主席有真济路，你会当行咧。3条路，至少3条路你会当行。但是我要问看卖咧，咱即马新竹市也新竹县到底有行无？有行，准若讲有行。拄到啥物问题？是，咱来先了解一下啊。咱即摆感觉，我的感觉吼，我感觉作先这3条路拢也未进行啦。也未进行，你直接就跳去中央，我要修法。安尼咁好，就是讲咱头拄电委员去讲的，一定书上，安尼处理。安尼咁好 ？OK， 咱先请教吼，这个简议员安怎回应啦吼？就是头拄教授讲，可能佫有3条路吼，安尼去进行，有一寡这个办公室委员会当去做啦吼。咱嘛看到讲吼，顶礼拜还是讲连今仔日这个歌市长过来讲吼，台北吼、湘北市佫有这个基隆有一个办公室啦吼。讲会当安尼去做一寡这个区域治理的这个平衡，你安怎看？我感觉用台北市、加基隆、加新北市来讲，这是上好的例啦吼。你看，阮光这个基隆捷运就好啊，是无？基隆一个看法，新北一个看法，台北一个看法。那老师讲的啊，就三个委员会都有在开会啊，但没有办法满足这一件事情，对不对？各个县市还是有各个县市市长的主张 ，OK， 而且这个县市市长的主张。他都站在自己的本位，他没有办法去想要别人。当这样子的时候，它的发展是好的吗？现在基隆、台北、新北都有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这算是很完整的地方。OK， 那新竹就我刚刚讲的，你一个竹科的前门跟后门就横跨了2个地方，就是新竹县市拢包了吼。对，而且我要讲的就是讲，头拄老师讲的，新竹市甲新竹县有讲好无？第一个啊，杨文科县长啊，杨文科县长第一个站出来，第一无政治介入的时阵，没有任何政治思考的时候，只为了地方，他身为一个首都，他身为一个新竹县的县长，第一个站出来讲好呢，这个是真正的讲法呢。是，咩也是因为有足侪政治的介入，讲都是因为林志坚伊就是要搁继续连任啦，创啥的时阵，才讲安尼。我搁思考一下好啊，好，你这袂当为了这个政治因人设事，吼，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到底新竹有没有需要？在去除掉林志坚的这个人为因素之后，咱今嘛应该跨党跨派，他都要咱讲的这些物件，拢会当坐来看啊。我要讲的时间急不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是，记得2009年，本来咱干那2都嘛。是。
台北甲高雄嘛，要伫2009年的时候升格成5都嘛，迄时阵是为什么升格？因为新北市，因为台北县的关系嘛，因为迄时阵周习伟伫台北县做了无好，马英九总统烦恼讲，若个选落去，伊会选袂掉，吼，迄时阵伊个袂赴派一个人出来甲伊选，所以就甲伊升格。迄阵升格就是修地治法，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这个地治法，本来台中、台南啊，个有高雄嘛，拢无要新嘛，吼。高雄是高雄市甲高雄县北合并嘛，吼。迄时阵，伫咧讨论这个地治法的时候，过程当中就台南也送件，台中也送件。伫咧季前的时阵，今麦咱的副总统赖清德，伊要选这个旧的台南市的市长。迄时阵伊就叫我去甲伊斗相共。我拢已经扣啊，包含地方这个台南市的住的地方。我都已经找好了，拢找好势啊，已经要落去啊！伫我落去的前一天升格啊，我都瞬间没有工作呢，瞬间没有工作呢。啊，你说急不急？我一个月之前才下去看的，大家都觉得讲这台南升格是无可能的。是，不过迄时阵嘛是会付啊，啊，今嘛好无？我感觉现在大家可以好好去评论一下，升格成6都的状况底下，这个各个县市的发展是不是有比升格之前更好？我觉得应该要回过头去这样看。那你刚刚讲说，行政院要依照这个文化、政治跟现实的状况去认定这个地方要不要合并，他都要这个委员讲的啊。委员讲讲，那是这个法安尼修过了后，台南市个就会当升格啊。啊，你感觉行政院敢会安尼做？因为伊无解决问题嘛。我本来就是要解决新竹市甲新竹县是2个县市2个。这个有一个县长，有一个市长的问题啊，我想要甲伊合并，或者整个区域发展能够更好，怎么可能让台南新竹单独的合并？我又不是单独要给他钱，我如果单独要给他钱，我用专案的方式给他钱的话，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要让迄个区域会当发展更较好。所以无他都要郑委员这个讲法啦，你若这个法修过，我新竹市我直接就给你升格，不是这样子的啦。OK， 咱继续来看讲吼，这个到底咱头拄讲到吼，联合治理这个是有可能无吼？咱头拄这个议员嘛用这个台北吼、湘北吼这个家人这款例然后来讲，其实每一个这个县市长拢有主张吼，更何况咱头拄讲到吼，新竹县即阵是吼国民党杨文科县长，另外新竹市然后当然咱讲今年9月时阵，咱节目嘛有讨论过啦，迄当阵真正看到一开始吼，因为县长是讲 OK 啦吼，但是尾后有一寡这个因素可能加入来，可能就一寡这个变化吼。咱来看到讲吼，到底地方制度法是毋是改1字，还是改2字改吼？到底要互交字图这款这个回应是啥物吼？有人就讲吼，行政院你都要提出一个版本，毋是讲哇，这个郭建明提出一个咱讲吼要修1字。这款的这个方式，就送入去立法院来去做一个审查吼，而且呢，进前你就要开5场至10场的这个公听会，再来做审查吼。另外，咱讲到吼，这个因人设事这个理由已经无啊，这个部分，所以时代力量立委啦吼，区显智伊嘛是吼潜在咱讲新竹市长的这个候选人，伊同款嘛是要求行政院你来负起这个提出着地方制度法、行政区域法吼，佮财政收支吼划分法吼。要来县市无平等，这怪现象拢甲伊总结起来吼。继续，咱个请教吼，这个陈委员吼，麦当回应着头拄啊吼，这个咱讲议员的这个吼讨论。咱修法的时阵吼，就希望讲这法会使修得较好吼，毋是甲管理拢放出去，就互行政院伊去决定吼。这是阮咧看这个法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啦吼。当然来讲，因为你若是互伊这个管的时阵，为法条来解说的时阵，伊就有安尼管理。这是一个阮咧考虑的点吼。大家头拄仔咧讲的时阵，拢讲到迄个科学园区的代志吼，园区的代志，我甲大家报告吼，今年吼新竹的科学园区吼，伊的 GDP 会到1.5兆哦，好，就讲伊即马伊安尼在运作的时阵，其实嘛是盖好吼，去年敢才1.2兆，哦，今年其实还是会成长吼。这个标示讲科学园区，因为它整个的状态哦是算是一个科技部所管理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区域吼，伊过去40年来已经有伊家己的一个方法，嘛发展啊盖好吼，所以变做讲即马科学
园区因的企业的时阵，即马拄到的问题，我坦白讲，毋是要升价问题，是水参电的问题。是，大家即马讲到电哦，就足拽，你知无？足拽吼。因为即个毋是咱今日要讨论的，我想该放喺边啊。因为即马企业上重要是水参电啦吼。咱来讲迄个新竹的科学园区吼，其实伊有6个园区。好，有2个吼，伫个苗栗。是，这个德南吼。係德南的科學，個頭份係唔是，另外一個是銅鑼哦，銅鑼銅鑼吼。頭份參德南是因為參新竹足近的吼，伊就伫個新竹的邊啊吼，就生活攏參新竹鬥做伙啦吼。嘿，這就是阮感覺講，你若是正式的要迄個來考慮一個地方的發展的時陣，其實你是毋是愛甲苗栗該考慮入來？吼，這就是阮的看法。參即馬若是講干那大新竹對新竹縣參新竹市咧考慮這代志的時陣，伊就變做一個問題哦。恁想一下吼，咱為台北市到新北市，吼桃園、新竹啊，連過苗栗啊到台中，攏是直轄市哦。就讓一個苗栗，跟讓一個苗栗，毋是直轄市。啊，咱就想講，安尼國土規劃敢是較好的規劃。所以，咱咧想講，即擺若是要考慮這個代志的時陣，吼，咱若是做自私，咱就跟他考慮咱家己現有的這個城市嘛。毋過，咱伫立法院的時陣，咱考慮是規個國家，吼，咱個國家到底是要安怎來發展？所以，國土規劃參行政區劃參財劃法，阮才會感覺講，這是這個問題應該伫個這個時間，咱要討論的時陣，吼林市長嘛介好，一旦這個問題出來，大家會使來討論。坦白講，這個問題是過去這10-20年，大家攏咧討論，無結果的。有影啦吼，所以咱講到底是這個新竹縣市來做合併，還是要甲苗栗做合併？吼，其實這個國民黨嘛有提出到2026年這款的這個概念吼。恁遐吼，這個開記者會吼，是這個黨主席吼帶領大家吼，咱講吼新竹縣的這個縣長游文科有徐耀昌吼，咱講到苗栗縣的這個縣長，然後先做來看。為了能夠促成朝野加速修法，讓大新竹合併升格，我決定不會參選2022新竹縣市合併升格後的大新竹市長。公布震撼的消息，原本外界看好2029年大新竹市長的連選，新竹市長林智堅離職案宣布敗選，呼籲在野黨停止政治操作。命總統蔡英文也到林智堅的 FB 留言，強調尊重也支持伊的決定。新竹縣長游文科講，個人政體代志細，國家的大事愛符合天書正義。林市長他要不要參選，我想是他個人考量的事情。但是合併升格，這是國家的大事，我們堅持的是要合併升格，必須要有一個縝密的計劃。地方制度法正在立法院修法。新竹縣市合併是一定愛做，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提出，得代表科技島來反制，邀請新竹縣長游文科、苗栗縣長徐耀昌加議長劉偉等代表面帶開記者會，訴求2026得代表合併這個科技島的升級案，也公布民調講得到多數的支持。也就是民進黨的倉促立法，已經讓竹竹苗地區的人非常的反感，尤其年輕人更誇張。80%以上都主張是要2026。國民黨主張得代表合併，林智堅也邀請朱立倫公開辯論，強調合併升級修法過，每一個人攏會當選。時代力量講，林智堅是毋是參選是個人的選擇，因過無法度解讀外界對執政黨創邦決定修地方制度法的議論。民眾黨也認為修法又愛定心討論。記者綜合報導。是啦，所以講到咱講吼，這個合併的這個時間表到底是2022年，也是2026年吼？當然嘛有一寡這個討論的這個空間。在另外咧，這個倒一個縣市要到倒一個縣市來合併吼，又閣是一個大問題啦吼。咱來看講吼，過去咧討論講新竹縣市甲這個苗栗合併，還是講
咱讲吼新德县市来做合并吼，其实有无共款的这声音。当然，这是民进党伫咧9月初啦，迄当阵吼公布吼时阵吼是这个林志坚市长弹出来这个部分吼，新德甲新德合并的这个时阵吼，就是56.5%是同意，无同意吼，干那24.8%啦吼，所以咱讲吼干那1/4的人无同意，但是若是甲苗栗这个因素加入来。哇，无同意的这个人数竟然有7成，这是咱讲新德县市民的这个部分啊。当然，伫咧10月这个时阵，时代力量嘛做另外一个民调，但是上新国民党提出来这个部分吼，伊是针对着这个新德县市，另外包含着苗栗市民吼。同意的无超过5成吼，但是也有48.5%，无同意的36.6%啦吼，安尼争差差不多12%啦吼。到底民意安怎看讲苗栗是毋是爱做伙甲并入来啊？时间表这个问题啦吼，咱先请教嘉伦主任啦吼，你安怎看咧？咱看咱迄个主持人吼，伊这个表吼，你会看到一个做有趣味的代志。是。民进党伊做的伊的抽样对象是新德县市民。是。是无将苗栗的人算入来。对，恁伫咧10月时阵嘛有做一个，迄当阵是新德县市加苗栗，但是迄当阵嘛是针对这个新德市民啦吼，所以迄当阵的这个比例是差不多7%的人无同意，所以恁的这个结论甲民进党的民调是差不多的。无安尼有较低一寡。较低一寡。是，啊，毋过其实这有牵涉到你民调安怎去设计的问题啦。是。啊，毋过咱讲倒转来讲。像拄啊，咱这个徐老师讲的，你这个县市要安怎合起来，要合并做一个都市，也是安怎？是。你有一个听数是由下而上嘛？有影，这啊，无你就是咧另外一个听数叫做由上而下。是。啊，由上而下，什么意思？啊，你行政院就将你的法案提出来嘛，那会变做是一个执政党的立法院党团来提这个案，而且都毋是用党团的名义，都是。委员咱靠宗教以个人的名，伊提案，然后再咱村的咱这民进党的委员来联署的。你啊，你行政院的版本伫台 ？OK。对啊，你也要由为顶悬落来到下骹，来去讲这个都市的合并的合并的问题。是。你就行政院提嘛，啊无咱就是等来讲，你由为下骹到顶悬，咱。几个县市先来讲，讲要安怎合作，要安怎处理，是，安尼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啦。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到底吼是有人嘛讲啦吼，这个民进党会安尼做吼，立法院伊嘛是一种这个代议的这个政治啦吼，但是毋是自这个议会都有影啦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苗栗时阵到底要拉入来，吼头拄啊这个主任吼讲到这个时代力量迄当阵。10月时阵做的这个咱讲同意甲无同意这个比例，我连互大家听吼。新德县市甲苗栗要合并吼，38.5%是同意的，51.4%是无同意吼。所以无同意也是大过同意吼。这是因新德县市来去做啦吼，也无甲这个苗栗拉入来，这是一个重点吼。但是咱咧讲区域治理啦吼，真正若是讲亲像这个新德县市高一个来做吼，咱讲合并升格，真正咱讲到吼苗栗遮吼。是介可怜的吼，伊就是到底你要画伫咧新德市，还是讲吼，亲像这个徐耀昌这个市长县长啦，伊所表的，这个林志坚市长其实真正有敲电话吼，伊讲吼这个头份以北吼，就是归伫咧这个新德市啦吼，也是讲其他的所在都归伫咧这个台中市啦吼，安尼规个国土规划吼，切甲较无法成一个咱讲区域并行的一个典范吼，徐教授安怎看？对啊，其实咱伫民国63年吼，咱有制定一个叫做区域计划法啦。是。啊，区域计划法当初就是要追求区域之间会较公平、较均衡吼。啊，人口啦、就业啦、经济啦、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会当较公平嘞吼。啊，即摆现出时来看，咱这虽然讲要合并，伊合并落，我感觉咱即摆去行的方向，含咱当初咱追求的即个区域均衡发展，做成甲无讲遐尔符合啦，吼，这是我一个伊的看法。我个人的偏见是希望讲，阵若要合并的话者，我真望讲咱即个定数。
会当咱地方大家先来讨论，吼，咱会当做寡民意调查也好，吼，咱地方的议会，大家会当来讨论，看咱到底是要安怎行，吼，啊，有地方有一个共识，啊，大家啊，甲来看讲问题出伫啥物所在，啊，是毋是绝对爱合并，才有法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哦，我感觉这是足重要的一个代志啦，吼。另外一个观念，我嘛就要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咧，就是讲咱这个区市含县，还是讲市含市中间的问题，其实真侪啦。是是。吼，比如讲咱这台北市含新北市，应该台北县。吼，台北市含台北县应该这个淡水河，要哪治理？哦，应该淡水河，伫我较少年的时阵。讲我歹听咧，是污染足严重。吼，现主席来看，已经进步真侪啊。是。这是安怎进步的？伊即个定数是安怎行的？我甲大家做一下报告，伊就是行我头甲大家报告。3条路。3条路中间的第2条路。OK。伊叫做吼，区域计划法第18条，因成立一个委员会，大家来讨论，看这淡水河要哪治理，毋是讲淡水河尔呢，嘛基隆河嘛共款啊，基隆河，基隆河应该常常会淹水啊，是，基隆河尾安怎处理？另外甲水拍一个泵坑，互水甲透入另外去海边遐去，即摆袂淹水啊，这嘛是大家台北市、台北县。大家好好讨论，成立一个委员会，大家来集思广益，大家来讨论，看要来解决。我感觉淡水河即马做含应该来比较，是真好真济。基隆河嘛是共款，即马都加到袂淹水啊。我大家报告的这是可能是较成功的案例啦。但是换人有失败的案例啦，咱袂当讲绝对大家拢成功，是希望讲，咱大家来试看卖嘛。你即马韩主席你试哦都无试啊。你敢当成立一个委员会，新北新竹市、新竹县大家来成立委员会，一起讲用其他的办法。我们来进行国土规划，有一个都会区域的规划，成立一个组织，这嘛都无行啦。一时阵，但是讲你又都还袂白咧，咱囡仔去行路，你嘛小可互伊小试一下。你即马都无试，你直接要走去到上尾啊，你个所在，讲绝对要爱合并。OK。这我是惊讲吼，我毋是反对这个合并哦，我反对讲这个。定数上，大家好好讨论一下。苗栗是毋是要打入来？大家来好好讨论一下。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这是国家公共利益的问题。这是不是太过于粗糙 ？OK。讲我歹听的，是不是太过于粗暴啦 ？OK， 粗暴啦吼。咱讲吼，这徐教授提出到真侪种做法，会当，互咱讲吼，新竹县市也要合并进程，会当去思考这个方向吼。另外咱过来请教议员吼，就是有人讲2022年，也是讲这个合并的这个路一定爱行，但是是什么时阵来行？2026年敢袂使咧吼，尤其这个苗栗县到底爱甲伊拉入来无啦吼？当然有人讲吼，这个因人设事的这个理由已经无去啊，但是选举的理由非常重要。伊讲吼，这个苗栗县吼，若是拉入来，民进党安怎选就选袂赢啊？你安怎看？我先回应一下啦，吼，就是讲跨域治理跟讨论的部分，其实新竹拢一直有在处理。我在网络上一搜寻，第2015年有一个大新竹跨域合作，迄时阵就是这个林志坚市长，甲之前的邱进纯县长都有办过啊，吼，都有办过这个跨域合作。迄时阵杨文科今麦的馆长，阁是迄时阵的。秘书长，迄时阵新竹县的秘书长，所以这个物件毋是无正行的嘛，所以讲因其实伫个两个县市之间，其实一直有一寡歧义，对。可是我甲你讲，有真侪代志啊，比如讲我台北市的钱会当分给新北市用袂使，新北市的钱会当来我遮做建设袂使。所以这个物件，若是规个县市去做的时阵，你就无这个问题嘛，你就唔免超遮侪时间。所以他都要讲的基隆河治理、淡水河治理，如果
台北、新北是一个大台北都的概念的话，我们的整理、我们的治理就相对快。OK，我伫咧台北市做差不多20年，就我做助理高级嘛。其实我那时阵就一直伫咧讨论，包含马英九那时阵，咱是希望北基成为一个台北都，是，对不对？那时候都是因为周习伟的关系，才变成一个新北市。那个时候就是错误的哦。那为什么那时候要用台北都？就是因为整个大台北地区嘛，利用整个都的概念去治理的话，它其实会做得比较好，它的资源分配会做得比较好嘛。所以这个我是回应这个他都要徐老师讲的几个部分。第二个就是讲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林智坚相对于行政院来讲，伊是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的市长提出这个，不是由下而上嘛？大家伫咧讲的拢地方的讨论。有够无？大家民众的期待是啥物款？我感觉这就是今麦爱做的。他拄啊，这个民调做的哦，你看哦，每一个进动做的，结果几乎不太一样。OK， 那这个民调在做，那我用柯文哲讲，你要什么民调我都可以做给你啦。我题目设计的不好，你就得到不一样的结果了嘛，对不对？所以。苗栗是一个大问题，苗栗到底要不要纳进来？如刚刚大家所说，苗栗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科学园区，马龙蝶苗栗，你哪边以大新竹哪是要用一个科技之都来看，理所当然要把苗栗纳进来。OK， 可是苗栗会觉得说，我就是苗栗县呐，我对苗栗这个苗我是有感情的，对啊，当你给我纳进大新竹的时候，我就不见。OK， 对当地的民众来讲，他就会有。这个没有办法接受，我都不爱嘛。你讲大新，你看到我苗栗县的人讲，我今麦给你升格，让你变成大新竹，好不好？我当然说不好，我对苗栗有感觉，所以这个东西确实要详细的去做讨论。OK， 再来我要讲到就是说时间的问题，到底要在2024或2026？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希望在立法院能够去充分讨论。民进党应该要讲出一个说法，说服我们所有的新竹人民说，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在2024急迫的升格？对，2022年啦，2022年要急迫的升格，升格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今嘛，这个人愈来愈多嘛，因为新的咱今嘛就这像我身躯边就这朋友啊，因拢是礼拜六、礼拜天才回来台北。基本上，因拢生活伫咧新竹，因为因拢伫遐食头路啊。伫咧人口愈来愈多的情形之下，迄个都市的治理如果水准不拉高，大家就马上都爱塞车啊。我会记得有一个朋友甲我讲，伊是一个律师，伊本来是阮遐的里长啦，伊即马登去新竹遐，伊讲一条桥尔，伊讲内湖大家都说内湖交通很烂，新竹的交通才真的烂。他说我只过了一条河。开20分钟开不到，这个头前路了，头前溪了吼。对，一条桥20分钟开袂到，所以你像这种问题到底要安怎解决？大概咱有可能够互你等4天才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啦，所以我感觉这个伫个立法院反正今嘛已经变成交付委员会去做审查，所有的委员可以认真针对这个部分去提出任何的质疑。OK， 我觉得这是好的方向，但不要再用林智坚说要选举，为了他自己要选举来升格，这个理由无啊，所以咱得当理性好好的把现实的状况提出来做讨论啊。OK， 就是头拄啊这个议员有讲到就是讲到底要甲苗栗拉入来无？那是用这个科技的角度，当然嘛是拉入来就好，但是自这个民调上来看这个苗栗县的人嘛，有想讲，我都无同意啊，为什么要甲我的苗栗县这两个，也是讲这款这概念县市的概念拢甲提掉了所以苗栗县的这人的想法到底是啥物所以咱来看到讲这个大新竹到底合并要甲这个苗栗拉入来这个其实这民进党的这个林罗水罗水兄嘛讲先得先加真正是好啦但是无这个急迫的这个要紧的性但是头拄议员无共款的这看法但是呢善乡的这个城市啦亲像这个苗栗真正说是帮助因功德无量真正袂当慢啦另外民众立委伊讲无论是新竹县市来合并，还是竹苗来做合并，拢会当接受但是伊讲到最后希望全国拢变直辖市，咱等下再好好来讨论。另外甲咱的这个咱讲政片有关系这个董事长伊讲啥？的确正门是这个新竹市，后门是新竹县即阵这个交通真正太假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为着这个这个新竹县市来合并
高一个来提出来修法令吼，咱感觉是为着选举甲执政啦吼。啊，但是咱头拄也讲着吼，民进党可能伫咧苗栗遮吼，较选袂赢吼，苗栗县也是这个拿赢这个天下啦吼。啊，咱嘛好讨论过。哦，苗栗县的这个县民其实嘛是有一大部分是无同意合并入去做这个咱讲吼，新竹县市甲苗栗吼安尼合并，你安怎看咧？坦白讲吼，大家所在的人，伊拢对家己的城市有一寡期待，期待，啊嘛有一寡感情啦吼。所以苗栗一定有一寡人感觉讲咱家己活甲安尼好势就好。啊，毋过嘛有真侪人希望讲会使斗阵。吼，参大新竹斗阵，吼，啊，这就是大家爱沟通的所在。OK， 5年的当去时间，这就是爱大家来讨论的所在。啊，坦白讲哦，我来讲一个迄个咱地方的代志吼，就是讲较早咱民进党吼，啊是较我民进党的一个咱新竹市的老市长吼，施信忠。OK， 吼，伊就是较早为新竹县的时阵，县辖市的新竹市升格成省辖市迄阵的市长啦吼，啊，伊就足反对这个。竹合并 ，OK， 吼，啊，伊就去联络进前新竹县的民进党的县长，吼范振中，伊就讲伊要来斗阵来反对，吼竹合并，反对迄个林志坚市长的这个主张，吼，啊，有一个较早的新竹县的民进党的县长林光华，伊嘛反对，我就想讲，坦白讲吼，因为即马民进党内底的时阵。至少因这三个拢是咱地方的民进党的头人啦，啊，拢做过县市长的人，啊，创啊因伫即个时间点的时阵，拢感觉即马竹合并无介好，啊，我是感觉这嘛是爱去讨论的所在，吼，是因为因的看法先老咯，是因为40年前的看法，啊，即马大家看法毋是安尼，啊，是讲即马咧推竹并即个是敢若部分的人伊想要安尼做，啊，想要安尼做的时阵，啊，所以我就讲，这爱足侪讨论，爱有足侪对话来讨论是讲吼，真侪这个乡镇市吼，可能会变做是变区啦吼，有一寡这个条卡拢会消灭，你敢有同意这个部分？这是若是变做直辖市，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代志吼。啊，毋过我是感觉讲，伊这个部分的时阵，坦白讲对象较好，我感觉拢歹讲，吼，因为。以后的时阵吼，因为选举毋是干那选一摆的代志，伊可能是每逐4年吼，4年就爱选一摆，啊中央参地方2年就选一摆，哦，安尼算起来就变做讲2年才选一摆记嘛，啊所以变做讲伊真实合并对象较好，我是感觉即个部分吼，我是感觉毋是我家己咧想的。重点有影，当然咱咧讲吼，新竹市当阵是安那伊的这个，咱讲吼，啊伊的这个县市的这个阶级是较无共款的。当然，迄当阵是新竹科学园区啦吼，伫咧新竹市有伊的这个优势。但是咱头拄嘛讲着吼，新竹县即种这个竹北嘛是一个科技的重镇。头拄嘛讲着吼，这个苗栗遮吼嘛是一个科技的重镇，开始咧做一个三星啊吼。所以伫遮新竹县市要合并啊，无可能。这个答案应该是这个吼，咱讲。目标应该是有啦吼，只是啥物时阵啊？另外咧，甲苗栗拉入来科技龙头，这嘛是国民党的这个吼想法啦吼。所以伫遮，咱阁来请教一下，若是用科技的这个概念来看，过去安怎这个城市的这个发展吼？新竹市迄当阵甲新竹县吼，甲伊做一寡这个分割，啊，甲即阵要来合并，咱讲做科技的遮，你安怎看咧？哇，是。40几年前的时阵吼，迄个县市的分开的时阵吼，参新竹科学园区嘛有关，因为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啊，这个背景的时阵，有一个部分就是民客的问题。OK。吼，荷兰人参客人的问题吼，啊，迄阵就变做讲迄阵决定是安尼行。啊，即马因为都市话的发展嘛吼，即马到底是要安怎？我是感觉爱有更较多的讨论。OK。我来讲一个，就是讲阮进前迄个花建民委员伊伫咧立法院提禁复2读这个案的时阵，阮迄阵甲伊动落来，迄阵的时候，阮就要求一件代志，就讲咱要复位的时阵吼，希望讲咱会有一个行政院版，因为行政院版可能会较完整啦吼，考虑会较多，伊可能会甲财划法。考虑入来吼，会甲行政区划法
考虑里边可能会比较完善。所以阮是希望讲有一个行政院版，不是干那跨委员家己个人的一个版本，因为伊这版本固不是东团的版本哦，是伊家己个人的版本。嘿，所以阮是感觉讲这个代志，因为是知识体大啦，那希望讲有行政院版会使入来。啊，第二就讲，阮希望讲会使开公听会，伊嘛无同意哦。副委当然是一个正常的程序啦，吼。不过阮迄阵阮有要求讲，希望讲会使有公听会，有行政院版，有一寡说明会，互地方的议员因的意见会使表达。不过迄阵他们讲，阮伫个政党协商的时阵，民进党因是无接受的。OK， 所以这个部分啊，就是讲可能还佫有一寡咱讲这个用艺术的这个部分行政院的版本什么时阵入来咱继续佫请教嘉伦主任所以这个到底咱讲各党团拢会当针对这个合并修改地政法来去提出版本头拄郑委员嘛讲到，行政院嘛是爱交一个版本来，袂当地政法敢若改一个字你的意见呢？咱来看2001、20年的时阵，迄阵五都就是咱桃园台南要升格的时阵，迄阵大家讲咱着先互伊升格了，咱着紧来检讨咱遮个财政维稳法新行政区法，讲要紧来检讨，毋过咱看到10单我过去这法令嘛是要停伫遐。咱的行政区划法，2018年的时阵，赖清德议长的时阵有送来立法院，毋过咱迄是第9届的会议，真正第10届，到真正还无看影。你也真正要处理这，你是毋是紧将这物件送入来？咱来规个通盘来讨论，因为你规个台湾，你要安怎定去画这个行政区域，要安怎互伊较平均发展的？就亲像咱谢长廷伊个大使，伊伫2008年伊嘛有提出一个6星计划这是不是大家拢会来讨论？毋是？